红方选手身高与。红方选手是豪兰，他是国内年轻的好手之一。曾经打过几次外战但是一次被断头台降服了，一次被裸脚了，所以要注意一下。那豪兰主要的武器就是下潜抱摔。那法克立定这个狼王，狼王他力气大，所以他也擅长抱摔。现在你的豪兰抢腋下，想做一些抗摔，能不能抗得住呢？倒了。好，注意一下，狼王一下拿到了他要的位置了。那豪兰要注意一下。豪兰目前想抢个比较好的位置，想抢这个做十字固的位置吗？他的屁股往左边来挪，但是被绞锁了，要注意一下。我们狼王做一个绞锁了。好，我们豪兰去年已经输给另外一位塔吉克斯坦的选手，今天呢会不会又输在这个绞锁上面？脚怎么去抽出来？好，这是很难受的，伤到这个十字韧带了，已经伤到，脚踝伤到了脚踝。有我们的场上的裁判，我们再看一下那个角度，非常小的一个角度。我们狼王就是透过身体的旋转，再转，其实这时候已经70日韧带已经有点受不了，再加上那个脚踝的部分。09秒，蓝方绞盘锁获胜方是塔吉克斯坦狼王周啊 The winner is blue corner, win by Achilles crush. 下面有请颁奖嘉宾，美国摔角联盟。